连续8档由台湾省会计师公会甲立委王定宇合办的年终送米的活动，上午伫王定宇东区的服务处来举行。由会计师公会副理事长吴月峰带领工会干部成员出席。另外，今年还有德高处联合宫会主动加入，2个单位总共捐赠5000公斤的白米，将分送给东区甲南关线各长辈共餐的据点。我个人是充满感谢哈，连续8年的时间，我们会计师公会在岁末都会提供白米，那由我当做媒合，那我另外一面也从各地方找到有社区关怀据点、有老人共餐的社区或者里长办公室来做媒介的工作。那今年增加了东区地格处的仁和宫，所以总数的量达到5000公斤的白米。透过捐赠者，然后来让这一些照顾的据点能够把我们地方的老人或者比较辛苦的家庭能够得到帮助哈。我都说这是一个爱心的供应链，提供白米的不管是会计师公会或者仁和宫，他们是把爱心捐赠出来，而在末端的这些等于是爱心的供应商一样，这些里长、社区理事长照顾着在社区里面的长辈跟独居者哈。那这样子一个关系，可以让各个社区不只感受到爱，而且实质照顾到这些人的生活。他们会在每一天共餐来供应餐点，所以这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循环。那也持续做了8年。那今年因为卡到选举，我特别把它选择在选后来做，让这个爱心活动更纯粹。它就是一个帮助各社区据点的活动。今天这一场白米捐赠啊，就是我们其实会计公会的一场公益活动的一环啊。那这几年来，我们其实看到王定宇委员在我们台南地区深耕基层的实力，所以我们会计师公会就搭王定宇委员的便车，将我们会计师公会所募得的白米，透过委员的协助，分送给各有需要的协会还有里长他们来运用来做共餐的服务。那所以我仅代表台湾省会计师公会谢谢我们王定宇委员的协助，谢谢委员。可以在这次建教能够有这个平台帮助到有需要帮助的人。那这次是我们第一次跟委员参与这个活动，那也很感谢这个前辈跟长辈们可以这样子帮助八年，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方向那也希望说我们仁和宫在东区这边在竹高厝这边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受赠单位除了南关线甲东区国立实际种树共餐的据点、社区发展协会，甚至还有北区甲麻豆等，总共120个单位。其中东区后甲社区嘛代表受赠单位来致谢，尤其看到今年还有庙宇的加入，希望未来有更较侪单位共同来做爱心。一个人做善事不了不起啦，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一群人一起做善事，这才是我们真的，觉得很宽慰的地方。尤其是又能够看到下一代的年轻朋友们一起来参加做这个善事，我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们只是一个心愿，希望我们有一群人一起来做善事。那么另外一群人就是我们照顾的长辈，他们能够活得更快乐、更安心尤其是今天我特别要代表他们来谢谢我们2个这个单位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资源，可以让我们呢发挥更好的一个照顾长辈的一个力量。立委王定宇除了感谢台湾省会计师公会8年来爱心无中断，加上今年还有东区德高处联合宫年轻族群的加入，有了新族群的加入，希望未来8档、16档嘛用的持续。福管白米的活动永远袂来中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